大家好，我係蕭姑娘，我係陳 Sir。唔知大家今年嘅農曆新年過得開唔開心呢？咁咧，陳 Sir 就過得好開心啦。除咗咧可以逗利是之外咧，仲可以同一啲好耐冇見嘅親戚朋友見面啦，互相為新嘅一年送上祝福。冇錯啊！新年的確係有濃厚氣氛嘅節日，象徵住新嘅開始，同家人團聚，係一個喜慶嘅日子啊！亦都係我哋中國人最重要嘅傳統節日之一。陳 Sir 啊，今次我哋嘅點撐點唱嘅主題呢，咁就係啲國民身份認同。不如我考下你，知唔知除咗呢個農曆新年之外，中國仲有其他嘅咩嘅傳統節日呢？呢層咧我當然知啦，例如有清明節啦，大家都會去掃墓以表孝親啦。另外仲有端午節，大家都會食粽啦、爬龍舟，紀念咧因為愛國咧而不忍見到國家衰落嘅而自盡嘅屈原。仲有中秋節，大家咧都會同屋企人咧去玩燈籠、食月餅。最後啦，仲有冬至啦。雖然咧佢唔係一個法定嘅節日，但係俗語都有話冬大過年。冬至咧代表住一年嘅結束，同時咧亦都有期待新一年嚟臨嘅意義。大家咧都一定會咧返屋企同屋企人食飯做冬嘅。冇錯啊！由象徵一年開始嘅農曆新年，至到結束嘅冬至，都睇得出中國人咧十分重視呢個家庭觀念。好多時候咧都強調咧呢個團聚嘅。咁陳 Sir，唔知你又最中意邊一個嘅東方節日呢？哈哈，咁咧我最中意嘅就梗係聖誕節啦，因為可以收聖誕禮物，同埋可以放一個好長嘅假期。咁你就大錯特錯啦！雖然聖誕節咧係普天同慶嘅日子，但係其實咧佢係屬於西方嘅傳統節日。咁而香港作為呢個中西文化交匯嘅地方，相對咧比較重視聖誕節嘅。哦，係喎，今年咧已經踏入香港回歸中國嘅第28年，而今期嘅點讚點唱主題咧又咁啱係國民身份認同喎。我哋咧都訪問咗啲同學仔，問佢哋有關中國同埋香港嘅問題。咁啦，最後啦，唔知各位同學仔咧，仲記唔記得呢塊黃色嘅紙板呢？咁早前咧，我哋就邀請咗全校嘅同學仔投票啦，去選出你認為最能夠代表中華文化嘅一樣嘢。咁包括有熊貓啦、農曆新年啦，同埋點心嘅。陳 Sir，係，你請問你喺度準備緊啲乜嘢啊？咁咧，我依家就準備緊咧向全校嘅同學仔做一個訪問啦，做個調查啦。咁睇下佢哋咧對於以下列呢三樣嘢咧，邊一樣最能夠代表到中華文化咧？咁請佢哋揀翻一樣出嚟嘅。喂，6A 嘅同學仔，大家好啊！我想同大家做一個調查嘅，我會一人俾一張貼紙你哋。咁咧，你哋咧就喺度揀翻咧，你哋認為最能夠代表到中華文化嘅一個物件出嚟，係啊，明唔明白啊？我好想接下呢個問啊！我都想接下。咁咧，我哋最後咧一共收集到201位同學仔嘅答案，當中咧熊貓咧就以143嘅高票當選。唔知揀咗熊貓嘅同學仔咧，你哋又去咗探安安同可可未呢？聽咗我哋講咁耐啦，不如咧依家就去睇下藍官同學仔對於中國同香港嘅認識又有幾深啦。事不宜遲，去片！中央政府上年咧就送咗2隻大熊貓俾香港，請問佢哋個名係？安安同可可。安安同埋可可。安安同可可。升旗禮進行嘅時候有啲咩禮儀需要遵守嘅呢？要安靜啦，唔好傾偈，同埋要望住旗杆咯，同埋一齊唱個歌。要安靜啦，要肅立同埋要尊重個國旗。我哋要肅立，面向旗杆，同埋唱國歌。面向旗杆同埋唱國歌。一齊唱國歌。認真唱國歌。安靜肅立，唱國歌。我哋咧有啲咩慶祝咧農曆新年嘅習俗咧？有3個。新年到，
貼揮春同埋派利是。派利是、拜年同埋舞龍、寫揮春、派利是、貼揮春、好先。拜年、食賀年食品、燒炮仗、派利是、貼揮春。中國到底有幾多個特別行政區呢？兩個，香港同埋澳門。兩個，香港同埋澳門。兩個香港行政區，澳門行政區。兩個，香港。兩個，分別喺邊度啊？澳門同香港。請你講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同埋香港特別行政區回歸嘅日子。7月1號1997年7月1日。10月1號，7月1號。 1949年10月1日，係1997年7月1日，10月1日，7月1。聽完幾位同學仔嘅訪問，都睇得出咧，各位南觀嘅同學仔咧，對中國同埋香港咧都有一定嘅認識。冇錯啊，其實國民身份咧同我哋日常嘅生活息息相關嘅，就好似以學校作為例子咁啦。我哋每個星期三咧都會舉行升旗禮，大家咧都知道咧，我哋升旗禮嘅時候要以最莊嚴嘅態度去參與啦。但係咧，大家又知唔知我哋嘅國旗佢嘅設計同埋規範又係點嘅呢？接住落嚟咧，有一段咧幾分鐘嘅片段咧，去講解國旗、國歌同埋區旗設計嘅同埋由來，咁俾各位咧更加深入咁樣認識我哋自己國家嘅標誌。緊接住咧，我哋都會有1月至到2月嘅生日之星。咁如果你喺熒幕上面見到你朋友嘅名，就記得同佢哋講返聲生日快樂啦！大家好，我係4A 班李樂瑤。我欣賞洪允軒，因為佢喺我有困難嘅時候都會幫我。多謝李樂瑤。我欣賞林千如，因為我唔識做功課嘅時候，佢會教我做。大家好，我係3A 班李思琪，我欣賞陳連同張手升旗禮禮。多謝。我叫鄧康南，我送俾嘅人係我家姐鄧康如。我欣賞佢遵守升旗禮嘅禮儀同埋遵守規則。係葉張軒，我送俾陳正維。我欣賞佢遵守升旗禮儀，同應國民身份，認識國家重要日子，寫好手冊。多謝葉嘉軒。我係1C班黃希晴，我想送俾1C班吳雪瑩，佢認識國家重要節日，我想送俾佢。多謝。大家好，我係4D 班陳欣媛，我欣賞4D 蔡子喬，佢會喺升旗禮嗰陣時，佢會好認真咁唱國歌，亦都唱得好大聲。多謝。時間過得真係特別快，係時候又要講拜拜。今期嘅點讚點唱就到呢度啦。
希望各位同學仔睇得開心之餘咧，都能夠學習得到同國民身份認同有關嘅課題啦。咪住先，陳 Sir，唔知你記唔記得咧？嚟緊就係我哋5、6年級同學仔咧要考呈分試啦。咁我哋梗係要趁呢個機會好好地同佢哋打氣啦。咁我哋咧仲揾咗好多好可愛又有愛心嘅同學仔，為咧我哋即將應考嘅同學繼續打氣添啊5、6年級哥哥姐姐呈分試加油5、6年級同學呈分試加油！5、6年級嘅同學呈分試加油！6年級哥哥姐姐呈分試加油！6年級哥哥姐姐呈分試加油！6年級哥哥姐姐呈分試加油！5、6年級哥哥姐姐呈分試加油！好，咁咧，我同蕭姑娘咧都喺度祝5、6年級嘅同學仔考試能得利，拜拜拜。